美国广播公司 ABC 今天报道，30年来首度主持人开天窗的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，收视率一反前4年下滑颓势，自2018年的史上新低反弹11%，来到2960万收视人次。法新社和路透社报道，本届主持人从缺，节目精简的模式观众似乎很买账。负责转播的美国广播公司表示，昨天的节目200分钟，比去年短了约40分钟，是2年来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。美国广播公司引述尼尔森公司 Nielsen Company 数据说，用年度来比较的话，观众从2650万升至2960万，增加310万人次。18至49岁成人收视率从6.8增至7.7，跃升13%。美国广播公司表示，社群媒体昨晚满是奥斯卡消息，有1770万次互动，主要在推特，接着是 Instagram 和脸书。尽管跟职业美式足球 NFL 年度冠军赛超级杯 Super Bowl 比起来简直小巫见大巫，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仍名列美国收视人数最高的非节目之一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负责转播的超级杯，是今年截至目前为止最多人收看的美国节目，有9820万人收看，较去年减少约5%，是自2009年以来最小收视群。中央社